来欧巴人啊！我即马吼，我足罕的代志，无爱伫山顶咧摊光讲。哦，啊，我今仔要讲的就是刚刚讲根据我现在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子。我大致上把一些重点，然后再厘清再讲给你们线上的这些的网友、粉丝啊，甲一寡遮的支持者，甲恁简单甲恁报告一下来，线顶的500几个朋友大家好朋友，昨下恁有看到王来伫直播咧讲的有诶无？有看到的打有看到。有看到王来直播，看伊在遐咧肥的有打有，迄只王来猪，看有咧靠北靠母的，有看到他的直播有打有。有打有，有打有。好啦，我即摆要讲，互恁听代志来龙去脉是安怎样，我讲互恁听啦。我个人袂暗藏，有啥我就讲啥，我嘛袂加话，嘛袂减话。恁逐个线顶的朋友拢是要了解即件代志，我讲互恁听。头到尾，足简单的，第一法院出庭的时阵，开庭的时阵，我甲伊要求50。即个金额就是大家双方面大家拢吵袂好势。伊讲伊无法度接受啦，伊讲收悬的，伊无法度摕袂出来。咱嘛想讲袂要紧，咱嘛想讲概念讲你有一个囡仔细汉爱饲，莫讲无老爸，咱嘛是同情伊。虽然代志发生啊，我也想讲足侪人咧讲，得饶处且饶人。咱落北肠啊，互伊一条路开一条路，互伊行。50万伊无法度搞解决，50万伊讲伊无法度，无就降啊36万。36万伊讲伊嘛无法度接受，讲到30万。30万佫无法度。恁娘老鸡掰，咱讲真正，毋是讲真正袂晓做人处事啦，人情世事啦，真正拢袂晓。你昨下伫咧直播，咧叫李新曼，你咧叫你娘老鸡掰，你咧叫啥潲？人无为着你出来帮你讲吗？人无帮你讲吗？干你娘老鸡掰！你当初你咧做代志的时阵，你敢有想讲头到尾要做的时阵有去头壳去想无？爱去担无？你有去想讲我着去承受无？去承担无？即摆咧牵大小牵大边，你打电话互恁姊啊，恁姊啊，委托因大兄出来甲我讲，人是蛇路啊远着，人无义务帮你讲呢。人甲你无亲无情，你嘛毋是啥潲嘞，毋是要交男模，人咧甲你讲，人为足远的来台北，来去车钱有诶无诶，人嘛无叫你算诶，礼貌上，你敢有一通电话卡去甲人讲者，啥物代志私底下参详者，拢无，拢大家拢大主大意，伫线顶讲，一直讲，这是头一点。第二，我即摆要讲，伊叫人来甲我讲，超到尾啊，讲20万，上济20万要甲我和解啊，讲足久的啊，20万啊，伊讲伊上济甲20万甲我和解啦，来，我讲互恁听，山顶的朋友，我讲互你听，20万，10万讲先摕现金。10万后壁互伊分期付款，安尼敢无好吗？山顶的朋友，我问你，安尼敢无互伊路通行吗？没有给他路走吗？伊讲伊上济会使赔20尔。拜托，李新曼，
哦，李新曼，啊，李新曼委托因大兄出来甲我讲，哦，咱嘛想讲吼，带念一个情，对无？讲先摕10万，啊10万分期，啊超到尾啊，你领老鸡掰诶，敢袂输敢咱咧等伊诶。为顶礼拜端午节，讲到尾啊，恁也无消无息，若无敲即通电话互伊，哦，李新曼若无敲互伊，爱嘛拢点无要无紧。即马讲讲变12万啦，恁遐老鸡掰啦，恁要来甲你收12万，恁明明啊倒头生啊，干恁遐老鸡掰，你叫人关诶吼，你知影内底关社会事安怎有啊？对无？啊，你昨下伫直播台在遐咧讲。是咧讲恁遐老鸡掰咧讲啥潲，对无？人摕来出来替你讲话，啊你安尼等于是咧共闹开，咧共洗面，你知无？啊你种骹潲啊，恁遐鸡掰谁敢出来插你种代志？啊！你毋要共当做人阿斯巴啦，啊是人是你的好啊，你的少年呢，对无？帮你瞧。当初嘛是你讲的，20万嘛是你讲的，敢是别人甲你讲的吗？人嘛无探吞探掠，哦，嘛是你讲的，讲哦20万，要超到尾啊！恁遐老鸡掰，即摆讲伊上侪12万，讲伊上侪12万啊！阿辉啊，啊你若较后哦。你著莫叫哦，莫拜托李新曼哦，啊就好啊。你较后你著去处理就好啊，好无？敢毋是安尼吗？人毋是恁老爸呢，人嘛毋是恁谁呢，对无？人为什么要帮你讲？对无？啊，你将遐个钱啦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请律师无效啦。律师即摆请2个啦，请2个敢免10万吗？请100个嘛共款啦。哦，即摆就是2条路尔啦。一，和解；第2，入去关，即简单无第3条路。哦，即摆你是我咧做主的，哦，是我咧做主的。谁就无法度甲你救，是我咧做主，恁爸咧做主的，对无？啊，你咧舞猪舞狗，咧请迄律师，你请律师是要白烂哦？你叫蔡英文出来讲嘛无效啦，叫蔡英文总统出来讲嘛无效啦，蔡英文出来嘛无效啦，真正是害啊！恁遐鸡掰。对，安怎讲？当初头到尾，人要出来帮你讲即件代志，嘛是你先讲的，人嘛是爱照你的意思落去行，出来甲我讲。啊，你即马后壁反起反倒，恁遐咧鸡掰，你当作这是啥？扮家家酒，恁遐鸡掰。啊，你毋等于甲李新曼大兄咧闹开就对啊。人即马偌足突然你的啊！一点仔人情世事就袂样，食到31岁啊，对无？人情世事拢袂样啊，上基本的人情世事你就袂样。唯一哥你哦，对无？我拢想讲吼，因为怎讲，我知影无钱的艰苦，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到，对无？无钱有无钱的艰苦，迄艰苦我知影，因为我家己亲身有去体会过。但是你家己做的代志，你家己爱去承担去承受。哦，你已经信任啊。哦，你袂使做啊！即摆你怪旁边啊，怪谁？怪伊。哦，你的想法，我嘛知影你咧想啥。哦，你认为讲吼，李新曼无甲你倒出钱就对啊，你就袂爽的，是毋是安尼？爱我讲互你听无？对无？
你今仔日你若较有礼貌，较会晓讲话，哦，头较定诶。若要你是我就对啊啦，我会私底下讲，哦，慢者，啊，即马代志发生啊，吼，啊，大学上我即马袂拄啊好，无方便，我还有囝爱饲，还是安怎样？你的能力范围内有法度甲我斗相共者无？甲我斗经者无？我相信李新曼绝对无第二句话，无小代价一定甲你斗相共的啊！啊，你著白痴，你著袂晓，哦，你著猪脑，哦，袂晓讲话，啊死会言，啊规工会晓食，会晓啉，会晓放，会晓干。敢毋是安尼吗？对无？啊，我即摆甲你讲，哦，我主要是要甲你讲，你无共感谢就算啦，无大劲，哦，迄拢袂要紧。你袂使西动来，哦，佮讲人安怎会拄安怎样安怎样。人敢有义务甲你斗相共，我甲你请教，人敢有义务甲你斗相共，人嘛会使不爱插面呢？你是算啥物高难模？啊，我是毋知伊昨下伫山顶讲啥，吼、我真正我毋知啦。迄是讲拄好听到恁山顶的朋友咧讲，我才知影，无我真正我毋知影啦，对无？话讲好啊，哦，啊，即马煞落佫改来改去，对无？你即马就是两条路啦。无第三条路啦，头一条路就是来甲恁要讲，哦，内外是我咧接受的，哦，你找我讲较对，你找谁讲拢无效。第二条路就是你去关，互你知影内底关内底是啥物自由，哦，啥物感觉，安尼尔，哦，啊，你请迄律师拢无效，我甲你邓香港甲你挂保证，哦，请几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拢无效啦。无效啦，若律师有效就对啊。逐个咯，代志做拢请律师拢无代志啊。对吧？你互李新曼单啊，足袂爽诶，太袂爽诶。你等于安尼算你家闹开，你知无？你等于你家闹开，你知影？闹开是咧讲啥潲？叫一人出来，啊！若我较袂晓，较乌白想诶人，会想讲哦，啊！你叫一个公卿，你娘鸡摆是咧讲啥潲？你讲干诶。代志若要做，较气氛较好诶，叫嚣较好诶，家己打起来。哦，莫后壁搁咧怪笑怪病，有诶无？敢袂输人叫你去做诶人，甲你害啥笑有诶无？哦，就是安尼，足简单诶。哦，我都已经讲过啊。哦，这真简单，这无啥物，搁有其他诶步数啊。哦，你既然即件代志想要做啊，就莫搁后悔啊。哦，莫搁透过啊，即个人讲啦，啊，搁透过即个人搁讲啦，啊，搁透过恁娘，搁透过即个人讲啊。对无？敢毋是安尼吗？啊，若要做南华囡仔，我讲过啊，你无够格啊，你无去读壳啊，你无去天分啊。南华囡仔毋是你咧做诶啦，南华囡仔是我咧做诶，你还阁无够格啊。无啦，啊，即马袂要紧，即马就是哦，上诉落去，本来是一审，即马就变二审啊，哦，啊，到时阵要讲袂要紧，咱当初你叫啥物叫谁出来讲，迄你名字牌，迄拢户拢定来啦，哦，迄拢户拢定来，迄定来迄无算啊，哦，要讲，哦，后壁才来讲，哦，头前讲诶拢无准算啊。
哦，连咪叫迄啥，连咪叫迄什么人来讲，你娘鸡掰啊！啊，连咪叫迄个叫李新曼因大兄来讲，啊，连咪搁叫迄啥，搁叫介你娘鸡掰，伟哥卖大兄咧开啊，伟哥。对无？你著爱较好喙诶，食到31岁啊，拢毋知影人情世事，你娘咧鸡掰诶，对无？你著较好喙诶，我拄著讲过啊。我若要是你啦，我若要是你就对啊，我徐伟明若要是你就对啊。我私底下我一定甲李新曼参详诶，我会将我诶想法讲互伊听。哦，你著较好喙诶，较有礼貌，哦。曼姐，哦啊，即摆安怎样？我诶想法是安怎样？安怎样？吼安怎？你有法度甲我斗相共无？安怎样？安怎样？我甲你讲啦，李新曼诶个性绝对甲你斗相共诶啦，绝对无第二句话一定甲你无小代价一定甲你斗相共诶。啊，干你娘鸡巴！你著害啊！你娘你读甲落底屎，你著袂晓讲话，你干你娘，对无？伊绝对甲你听诶嘛。一定会甲你听的嘛，哪有可能放你安尼？一定甲你听的嘛，啊，你著袂晓讲话嘛。啊，即摆你怪小怪偏，怪人安怎样安怎样，无帮你讲安怎样，谁无帮你讲？因大兄出来帮你讲，敢无甲你讲吗？啊，你鸡掰的，干你娘！对不对？我今天哦，主要的重点哦，是要厘清说哦，因为很多事情哦，网友都不知道从头到尾的来龙去脉的始末是怎么样，人家无条件的出来帮他讲，对不对？人家赚到什么？人有赚到啥小吗？了时间，了车钱，了精神。连上基本的一通电话卡去共讲说说拢无，对不？现场朋友，大家下午好。哦，这槟榔有够歹咬，有够甜的，你娘鸡掰的！这槟榔啊，哦，冰光光鸡掰啊！啊，甲恁的伙主讲者，哦，这槟榔收甜袂使。哦，后摆坐较好食。哦，这冰光光，干你娘，食甲嘴你娘疼甲，对无？一点仔基本的礼貌嘛无，对无？啊，人你安尼哦，人若搁甲你插哦，就真正笑的。对啊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啊。做人哦，食果子也通拜树头啦，对无？包括你欠李信曼的钱，迄是你私底下你个人的代志啦。哦，啊，搁欠黄俊伟的钱啊，人嘛无去甲你讨，嘛无去甲你讲啥。啊，你即马西顿来，哦，煞咧怪人讲啥物啊？什么小啦？安怎有诶无诶，有诶无诶？
你是算啥物潲？你只不过是人的棋子而已，你知无？一粒棋子尔啦，棋子你听有无？读甲清醒啦。对无？对，读甲你嘛无，你的读甲嘛无比人较好啊。对无？讲话你嘛无比人较厉害啊。啊，若要乌龙蛇刀，你嘛无比人较厉害啊。我惊咯，主要要甲你讲。哦，恁山顶人嘛是会使去甲伊讲，我讲。哦，人出来帮你讲话啊。哦，你无共讲一声谢谢就算了，你搁反而在后面讲人家怎么样？难道你做的事情都要丢给旁边的人吗？全部人家都来帮你承担吗？讲一句较无输赢，要乌龙蛇刀就对啊。巧巧人有听有啦，动就动，不动就不动。若要乌龙蛇刀，你叫人搭去边啊，你叫人干啊，你还搁早的，听有无？要乌龙蛇刀，你还搁早的啦，乌龙蛇刀。对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啊，我要来食饭啊，要来食饭啊，食要来殡仪馆啊，你娘鸡巴啊！没事的，没事哈。讲煞要来食饭啊，腹肚枵啊啦，鸡巴啊，喙焦靠背，你要来食饭啊。